不是哎，是海苔哥哥送我的，很漂亮，对不对？哇，好漂亮！哇，好香哦！小蜜，你感冒了？不是了，我是对花过敏了，一过敏，屁狗就会打喷嚏，蜜狗也会好痒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把花拿旁边一点好了。可是小蜜，我要提醒你哦，打喷嚏的时候记得要把嘴巴，就是嘴给捂起来，这样子你的口水才不会到处乱喷哦。哦，我知道了，恐龙姐姐。小蜜，红色里。嘴巴，嘴巴。哎，点点，你的嘴比我的还大哎！啊，真的哎，我的嘴比彤彤姐姐的大哎！哇，难怪你每次吃东西都吃那么快。屁股，鼻子，屁股，鼻子。彤彤姐姐，我的屁股好痒哦！怎么了啊？我的屁股一闻到美食就会痒哎！哎呦，真是的！逆拱耳朵，逆拱耳朵。哎，点点，你帮我看看，我的耳朵是不是被蚊子咬了？彤彤姐姐，我没看到被蚊子叮的包哎。怎么样？难道是有人在想我？屁拱、逆拱、嘴，3个部位的客家话，小朋友都学会了吗？哈克乌拉拉，我们下次再见喽！张磊亮。